吓，你知唔知好多香港明星私下都靠中醫針灸 keep 住狀態？原來針灸唔單止係老豆老母年代嘅養生法寶，仲係香港人對抗都市病嘅秘密武器。中醫針灸其實好犀利，佢用細細嘅銀針刺激穴位，就好似幫身體嘅氣血通波仔、疏通經絡、調和陰陽等，身體自己啟動修復模式。喺香港呢個快節奏城市，好多人都受頭痛、肩頸痛、腰痛折磨，針灸就好似隨身嘅止痛大師，輕輕幾針就幫你舒緩肌肉緊張，趕走酸痛。仲有好多人唔知，針灸連失眠、腸胃唔好、過敏問題都搞得掂，長期返工壓力大到瞓唔着，針灸幫你放鬆神經，瞓返個好覺。經常食外賣搞到腸胃差，針灸調理脾胃消化好返晒。就算你係富貴手、鼻敏感，針灸都有辦法幫你改善體質，減少發作。不過聽住，針灸絕對唔係街邊隨便揾個人就搞得掂，一定要去有註冊中醫師嘅專業中醫館，確保衛生安全同治療效果。想試下針灸神奇威力嘅朋友，記得做足功課，揾間靠譜中醫館，等專業醫師幫你調理身體啦。快啲分享俾身邊受病痛困擾嘅朋友，一齊解鎖健康新姿勢。